大家好，Sam 同你做功課。帕斯日期2026年8月12日23點左右。歡迎收睇今日港股收市速報。今日我哋請來專業投資顧問麗雅同大家深度拆解今日市況。大家好，我係麗雅。今日港股大市走勢偏軟，整體呈現反彈後整固回落嘅格局。我哋即刻睇詳細數據。2026年8月12號，恒生指數收報25,440.17點，全日跌212.65點，跌幅0.83%。冇錯，全日主板成交金額係2167億7990萬港元，成交保持活躍，反映市場資金並未大幅撤退，只係獲利盤沖現帶動指數回落。成分指數方面，國企指數收報8446.27，跌0.96%。恒生科技指數報4776.44，跌幅接近1%。今日大市早段低開後全日受壓，主要係外圍美股回落，加上港股前期累積一定升幅，市場出現正常獲利回吐。不過大市並冇急跌，恐慌走勢屬於健康整固。一齊睇重磅藍籌表現，騰訊控股收報461.6港元，跌1.95%，大雷科技指數走弱。不過市場分化好明顯，港交所就相當硬淨，微升0.3%，收報406.6港元，反映市場交投情緒仍然穩定。本地地產股個個表現唔同，新鴻基地產做好，長實就輕微回吐，板塊內部分化好明顯。整體科網板塊今日偏軟，但值得留意內房同生物醫藥股份逆市走強，成為市況亮點，資金明顯喺板塊之間輪動。咁有專業角度嚟講，麗雅，你覺得港股短期走勢會點呢？我哋可以穩陣分析，港股經過前期反彈後，而家進入業績前整固階段，短期最大焦點會係一眾 K2 業績、中期業績、盈利表現將直接帶動後市方向。外圍方面，美股連2日跌，會遲出對港股造成一定嘅外圍壓力。冇錯，但大家唔使過度悲觀，現階段大市基本面穩定，調整只係為後續行情蓄力，重點把板塊輪動機會就足夠。多謝麗雅今日嘅專業分析，以上就係今日港股嘅全部市況解讀。多謝大家收看，下次繼續同大家拆解股市走勢啊！